油花均匀的肉片在铁网上滋滋作响。台南起家的烧肉品牌转战南区盐城段商巴土地，打造全台最狂旗舰园区，而市府扮演了关键角色。是由官方国产所的土地，透过台南市政府的媒合，来让这个碳佐马里跟成品能够进驻，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。一栋建筑、一家店，如果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引以为傲，说实在的，我也没有那种信心去请朋友或贵宾进来到我们这边消费啊。那所以说到最后已经是不计成本的去投资这一家店了。业者斥资20亿，在7000多坪的土地上打造4层楼建筑，外白内灰的墙面充满时尚感，结合集团火锅店和书店，将为台南带来全新的生活以及餐饮体验，引发消费者的期待和关注。开幕时更推出吃多少送多少活动，因为太受欢迎，店外大排人龙，还发生火爆场面。他在叫6点，你多我5点半是干嘛的？有人定位5点半，在门口等了1个小时，店员却让6点的客人先进去，让这名客人忍不住开骂。其实先前还有人打电话定位，打了3000多通都打不进去的状况，实在是太夸张。业者也透露，目前的定位已经排到了明年2月。记者杨松怀台的报道。